来人，给拖下去！等下，小溪，你是要替你夫君说情吗？皇上，今日虽是考教诸位皇子，但臣妾也准备了2首，斗胆，请皇上品评。干什么？快回去！哦，你也会作诗，且坐来，让朕听听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好词啊！寥寥数句便将满腔悲愤跃于纸上，浑然天成。朕也没想到，小溪竟有如此才华。朕听着词里诉的是故国忧怀之情，小溪何故有如此感慨？臣妾曾看过一本闲书，书中有一个名为南唐的小国，国主喜爱诗文，厌恶战事，被强国入侵时屡次以割地来换取和平。可敌国君主却说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最终将南唐灭国。灭国后，很多投降的大臣却依然能在敌国当官，但国主却不再是国主，沦为阶下囚。思念故国，怀念往昔的荣华，却不可得，怀着无穷无尽的愁思，郁郁而终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父皇，他分明是刻意应试。父皇，莫小心刚才在胡言乱语，一切都是儿臣的主意，与他无关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愁绪悠长深远，又如潮水汹涌澎湃，堪称千古绝句呀！只此一首，王妃便可跻身当世词宗。朕也没想到，小溪竟有如此才华。你词里的深意，确实令人警醒。皇上英明神武，与那书上的南唐国君自不相同。我大圣国军容鼎盛，马壮兵强，将士们一心杀敌，报效君王，其战役气魄可冲霄汉。臣妾斗胆，也曾为我大圣国将士做过一首诗。念：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北庆终不还。我大圣国将士都是好样的。区区诗作，难恕我大圣国将士容资之万一。皇上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北线战事，以皇上一言而决，一决而定。臣妾在此，预先为皇上贺。儿臣为皇上贺。好一句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议和之事就此作罢。我大圣国和北庆国，沙场上见真章。皇上圣明。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那今日诗会谁是头筹啊？今日本是考教诸皇子，但小溪身为王妃，也不是外人。川儿，朕的意思，这头筹就定给小溪，如何呀？儿臣并无异议。谢皇上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
你还有脸叫我二哥？你说，是不是你派的人偷错了？哎呀，从他刚才的表情看，肯定没偷错，那几首诗肯定是现做的。现做？哎呀，老四之才，恐不如斯啊！你还有脸夸他？我没有。穿越者，穿越者。王爷，王爷，这几首诗已经风靡整个京城了。字字珠玑，读之令人口齿生香。王妃的才华之高，怕是令本王此生都难以望其项背啊！哎呀，这以前看不上的时候，张嘴闭嘴都是那个女人，现在才华动京城了，开始叫王妃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王爷，这又是您从王妃心中听到的奇怪词语？这些词儿啊，是一个比一个奇怪，实在难懂。但是这个穿越者，那不就是新月王爷的意思吗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当然。那你惹怒皇上的时候，王妃是挺身而出为您求枪，那已经风靡整个京城了。哎，王妃对您啊，可谓是用情至深。本王也是这么想的，尤其是当他劝父皇那番话的时候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言简意赅，却振聋发聩，真是本王的知音呐。可是，这唯一让属下不解的是，这王妃为何一直装出一副轻浮的模样，且屡次参与到针对王爷的阴谋中呢？自然是被那袁巨情所胁迫。据本王从王妃的心声中所得知，这袁巨情甚至都可以掌控她的生死。这么厉害？那这袁巨情，她到底是谁呢？无论她是谁，本王的女人绝对不允许他人胁迫。传本王令，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暗卫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她给本王挖出来。遵命。不对，我书里给秦川的人设确实有文采，但也不至于是李白、杜甫啊。那几首诗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呀？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上次的账册、上上次的证人，都跟我书里写的不一样啊。书官，书官，书官，你出来！书官，我问你，最近发生的剧情都跟我写的不一样啊，是不是你在捣鬼？并不是，这个世界呢在正常运转，就是因为你会有点小插曲。因为我？当然了，但是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就好了。我要恭喜你，你的任务完成，获得回城碎片1块。哎，那我，哎，书官啊，真是我的问题。袁巨情？是啊，小人是袁巨情。你叫袁巨情？是我，在我们怡红院，谁不认识我呀，王爷？
你也叫袁巨情？我不是，他叫袁巨勤。这就是你找的袁巨情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王爷息怒。起来吧。这袁巨情的身份确实高深莫测，如此大力寻找，居然没有他的一点消息。不过此人三番五次的针对本王，本王倒是不惧。但希儿因为本王多次违抗他的命令，若是他因为本王受到伤害，本王也绝对不容许。这王妃愿意为王爷做出这么大牺牲，按您之心，那可是天地日月可见。但是王爷您呢，一直就是冷眼相待，让王妃无法依靠。这属下觉得吧，您对王妃加以关怀，让她知道您是真的把她当成妻子，这样她肯定愿意把袁巨情的线索坦诚相告。有道理。不过本王也是这么想的，她既已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就是她的依靠。不对呀，在我的小说里，晴川是个倒霉蛋，结果现在账册没丢，栽赃没成，诗会还拔了头筹，怎么他一切都顺风顺水的，全都变成我倒霉了？难道说是我离他太近，倒霉体质转移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算算。原来体质真的会转移呀！看来我以后得离他远一点。我看看，这是何物？星座图。何为星座图？换句你能听懂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侧吉凶。结果如何？大凶，水逆。无妨。你既嫁到我瑞王府，一应风雨，本王自会替你挡下。若是你有什么苦衷难处，皆可以告知本王。啊？你放心，本王向来一诺千金，金口玉言，你不必顾虑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本王是说，你刚才听了本王这番话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或者产生什么想法？有啊，我想，我得离你远一点。对，远点，再远点。哎呀，越远越好。王爷，怎么样？好像又听不见了。啊？从洞房到第一次听不见，是7日；在幕府找回能力到今日又是7日。看来这听取心声的能力，时效就是7天。这王爷刚刚说的那番话，王妃听完之后定是感动万分。他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是他的心里早已思绪万千。王爷，您就再去亲王妃一次，听取心声。这袁巨情的身份啊，肯定能水落石出。可本王上次趁他入睡的时候，行动都差点被发现，这次没那么容易。这属下倒是有义气。那日在宫内，多亏王妃出手相助，本王一直都想要感谢你。来，本王先敬你一杯。
这家伙突然转性，肯定是不怀好意，我得小心一点。那日希儿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，尤其是那一句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堪称千古绝句。你那几首诗作也是不差的，相当精彩。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不过是信手吼得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我去，李白在你这儿都不值一提，你咋不上天呢？来，再干一杯。劝酒这么勤，难道说想把我灌醉套我话？希儿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哎呀，除了诗才词赋，希儿对父皇的那番劝解，更是字字珠玑，令人深省。当时本王甚至都觉得你就是本王的知己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啊？不行了不行了，我酒量太差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希儿过谦了，像你这种能够做出“不破北庆终不还”这等大气磅礴诗句的人，酒量定是不会差的。不过，本王确实有件事想问你。啊，你问。不知希儿身边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，你特别想摆脱他，但是怎么都摆脱不掉。他可能还随时可以要挟你，有吗？希儿放心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你大可以放心的说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大姨妈。大姨妈？小燕儿，一无所获了吧？跟我玩花招，你还嫩着呢。嗯，不对呀，他摸我头发干嘛呀？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期待一场下在心里的雨，别怀疑，余生我只要你，为你着迷，为你游离，无论多远也要奔向你，你的笑容有种魔力。什么情况？他刚刚
是在亲我吗？他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？原剧情还没整明白，这又来了个大姨妈。哎，王爷，这难道这穆家还有什么远亲不成？不曾听说。那这就奇怪了，这个大姨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王爷，王爷，嘿嘿嘿，那您昨天晚上亲了没有？快跟属下说说呀！这会儿没别人啊！快！那你不早跟属下说？你这能力恢复了，直接去找他试试不就行了？你这把属下难的都……没道理呀！我小说里秦川都快把穆小西嫌弃成什么样了，他怎么会亲我呢？这是什么离谱的展开？难道说他看出来了，我知道他要把我灌醉，所以将计就计报复我？可哪有这样报复的呀？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可让我好找啊！小姐，昨晚您和王爷……胡说！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没有什么。参见王爷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没有你的朝夕，像世界末日，风也停下足迹，期待一场下在心里的雨，别怀疑，余生我只要你，为你着迷，为你游离，无论多远也要奔向你，你的笑容。昨晚上你喝多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昨天晚上我装醉的事情，要不然太尴尬了。秀儿，在。那个，你不是说还有个那什么事儿吗？事儿？啊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事儿啊。走。啊？走。哦。王爷，这王妃这是……她昨晚竟是装醉啊？那您昨天晚上做的事儿，王妃岂不是全都知道了？不对，这次王妃她竟然没有生气，好兆头，好兆头啊！哎，王爷，你现在就去，您就再主动一点。这王妃知道你的心意之后啊，她自然不会有所隐瞒和顾虑了。有道理。成婚前，她曾多次请求本王陪她去书园坊看灯会、逛夜市。不如本王今日就满足她。王爷英明。走。